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 Lisa， 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一枝草，一点露。唉，Lisa， 你是安怎啦？哪会搁咧吐大气啊？你看，这是我即摆考试的成绩。夭寿哦，哪会逐科分数拢遮低啦？我是毋是翘讲啊？袂啦，人讲一枝草，一点露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只是较袂晓读册尔。我会记得你小提琴介成有了袂歹，后个月有一个比赛，你要参加看卖无？好啊。一枝草，一点露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，天公伯啊，对待这世间万物拢是公平的，就算是一枝草啊，嘛有得到上天赐予伊的一滴露水，互伊会当继续活落去。咱人嘛同款，每一个人拢有上天赐予咱的才华，咱有家己的福气。就算是一时失志，嘛毋免怨叹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只要咱家己肯打拼，一步一脚印，拢会当行出家己的路，会当有家己的一片天。这就是一枝草，一点露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一枝草，一点露是啥物意思啊？好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这句俗语讲出来。你爱趁少年骨力打拼，一时无成功嘛，毋免失志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一步一脚印去做，后摆定定会看到成果。今日这句一枝草，一点露介绍互大家知，希望大家拢会当找到一条适合家己行的路。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的影片，为了买多起赞，甲分享出去，要袂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袂记起只订阅，连开分享动，安尼看到书上下片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。再会。